Hello，朋友仔，今日我會教大家點樣喺呢個好受歡迎嘅 App 入面開戶口，同埋完成驗證，之後就可以透過獎金同優惠輕鬆賺錢。首先，用任何一個瀏覽器下載呢個 App， 入到 App 之後，你會見到兩個選項 Login 同 Registration。因為你係新用戶，一定要撳 Registration 去註冊。之後你會見到有4個選項。為咗最快最簡單註冊，請揀第一個選項。跟住你會見到一個表格，喺頭2個選項入面揀翻你嘅國家同埋國家貨幣。之後去到第4個選項，呢個就係填寫 promo code 嘅位置。請用大寫字母輸入 VIP promo code T20X。用咗呢個 promo code 之後，你可以得到300% welcome bonus。仲有生日 bonus 同埋其他特別獎金，每次入錢同埋提款都可以享有優惠同埋 cashback， 所以一定要用呢個 promo code 先可以喺已驗證嘅賬戶入面享受真正嘅 VIP 服務。我而家已經幫你喺畫面上面寫好咗 promo code T20X， 輸入正確之後，撳下面嗰個空行，再撳 register， 跟住你要確認你唔係機械人。完成驗證之後，註冊就會成功。而家你會見到系統俾咗你一個 user ID 同埋 password， 記得一定要 screenshot 或者儲低喺 notes， 方便之後用。之後撳 next， 你個賬戶就成功建立啦。如果你想開始投注或者玩遊戲，就需要先入錢。呢個 app 會提供唔同嘅本地付款方式，你可以按自己方便揀其中一種。朋友仔，用咗畫面上呢個 promo code， 你就可以一直享有 VIP 折扣同優惠。希望呢條片幫到你，多謝你收睇呢條影片。